这是在半夜15，一言之事，电探求医呀！你讲乜嘅呀？我要听讲哦，这福主现在十分嘅严重，呀，你是莫唔记得？你俩下太杜龙婆，你要让把去求医真好啦。母亲，你也得爱此世，就发有救世之心。爱实在不愿付诸百姓，做属于自家的灾难啊！就像用情义。答应528，是不是传述脱胎之书？相信一天能得保护伊平安呐！真姑啊，伊讲嘅脱胎之书，这又是乜嘅东西呀？你呀，用卫冕。太危险了，阿妹啊，冇可能，我答应帮你去啦。母亲，唔是讲啦，母亲，我眼看付出百姓一次痛苦，我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去改救其掉啊！你真嘅只有此心意。就像母亲你老爱天帮忙啊！你妈耶呀！救世呀！给我一本的呀，我一他那人啊，师兄啊，母亲。心就一百想感受也真欢喜，福主公在也配天意呀！已经已是个刘家妻呀，还有拜托嘅海呀伊，落良情但愿啊全归你，世地方只怕万一。天机担忧嘅把你呀，我与你强强行爱去，落阳情爱为你，但又有输气。良情
不是，你要妈妈按吃死，就不愿这个笑，我耶，你呀，还有娘老公留去，你还有忙出世嘅声音咧，世事红红。你今天就飞到衙门卡身上，辛苦。那个陈片，还有我那个老阿妹，你那真经强强上我去，阿妹实在也奈你唔好咧，唔是。阿妹讲嘅方言就唐唔言语，就当做爱，无讲讲伊了嘅言语啦。母亲，母亲，想你原谅亲过不好，今天一次不用轻易担心受理，每次实在唔知爱如何是好。母亲，爱你真好，只有来生再报啊！唉，真苦！永琪，俺俩个我妹耶，你要我无退了个老阿妹笑，阿妹啊担心你，生个阿妹一个嘅性命，等到你做你嘅母亲，你就了解。你终究啊，嘿呀，哎呀，何必嘅你呀？辛苦我嘅我妹耶，阿妹世事红红，就为你设想，了拜你啊，为到福州嘅百姓，你要按牺牲，你看啊，我愿意叫到泪流满面。也个个性，阿妹我亲了解，唉，总讲一句，而系我讲嘅妹耶，阿妹就挺重你，挺爱你的，妹耶，因为你啊，永远就阿妹我嘅心肝宝贝啊，永琪，妹耶，我哋冇個叫你，大家妹嘢照顧，按硬學嘅個性，阿妹啊，你了解，總講一句，阿妹老咧，一種在學愛念，你睇你落也好。你那糖落，阿妹阿弟，你慈悲的心肝，因为你出生就安善了，天姑，好啦，既然你心意既定了，阿妹啊，也唔会主动你的，来，你咩讲？係阿妹
我来让你听书。阿妹只问你一句话，你做了个决定，也老公留记记得吗？母亲，所有的事情，刘记记完全就对，你都不用担心。应该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两件事情一天动脚就能得圆满啦。啊，当真的吗？阿妹是老人家了，你莫骗阿妹啊！莫危险，做得起吗？好，金姑，阿妹看你啊，很伤心。阿妹实在要轻怕的，你听话都给讲，脱胎子孙，是人家师傅教你的。阿妹有你俩计划，阿妹要请放心。来，阿妹会好好让你配合。阿妹弟，你当天嘞按辛苦的当，阿妹同意来好好结婚。你将老阿妹讲，按样板做，将能得让你配合。来，阿妹同意落去。多谢母亲，可能用板做，将做点下。何法叫世本应当，心有难耐挂前窗，快退素颜终有望，夫君有心爱心中标。亲恩心松，茶不思来饭不休。天也难安心彷徨。
寒冬，三餐饭子莫相食，十分兄妹算菜虫，算菜虫。原来是一场梦啊！自己啊，自己用情动爱你，不过已经付诸攻下在火，我只能冒险用了太太之术，让人的祈求付出不相给安慰。不过你放心，阿妹我一天会好好保护你的，你一定会乖乖长大呀。离沙遥矣，难远行，那么苦难移，有长离。进退永难，永欢喜。不由筋骨，累世意。
饮酒母子，强分离。何年处又为旧里，因为旧里。可以啊！这个，哎呦，可以，你用来，你来试试。母亲，这个，你有要紧吗？母亲，我无要紧，娘亲啊，我俩啊，将钱塘化作太庙，后院化作一座个菜楼，将太母变成莲花水池，无论用办法，因你此意，劳烦娘亲，你一定要看守好门户，千万不可让任何人来刺激。